我是在地新闻，继续来看前总统马英九批评蔡政府通过国安5法甲反渗透法，甲香港版的国安法比起来，嘛是差不多啊，嘛同款拢真野蛮、真离经。蔡总统讲，伊无法度理解马前总统的批评。再起，两个前后任的总统做伙来参加公庙的活动，就算行程来错开，也是短暂来小赌。马英九是主动来拍招呼，蔡总统是点头来回礼，但是脚步无停落来，迄个气氛就是两个字：爱摇。祈求经济繁荣。总统蔡文到指南宫参拜，港版国安法实施细则将成效。蔡总统认为管伤宽，有可能反制。那我们要怎么反制啊？你昨天说怎么反制？用修改条例吗？儿童兵得到1140周年，唔那蔡总统、前总统马英九立法院前院长王金平嘛拢有到场，就算行程排一前一后，嘛有拄到。马英九主动拍招呼，蔡总统有点头，也阁无停落来。就算两人有见到面，也阁有淡薄仔硬拗，因为蔡总统对马英九将港版国安法甲国安5法提出来做伙讲，感觉无法度理解。马英九嘛特别阁强调伊的立场。反渗透法实际上国安6法，他当初没收公投法，他还去参加反核的这个游行，然后又不让小民过来，这个都是违反民主、违反人权的。蔡总统为什么从来都不检讨他自己呢？这才是蔡政府最大的问题。洪小公蔡总统捌伫3月份将大法官李泰龙叫去面。蔡总统把大法官叫到官邸来，这样可以吗？除了国安5法，蔡总统甲马英九两个人立场无同款的议题，恐惊又阁加一条。